歡迎大家收睇戀講馬，一個以戀愛嘅心態嚟評述馬匹嘅節目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繼續呢個全新環節叫做賽後點燈禮啊！較早之前就呢個賽馬全方位，咁就喺呢個即係叫做入選打比之前，咁有個直播，咁講下佢近況啦，同埋臨走之前都貼咗佢心水啊，但求開心啊，亦都應該係2025年啦，第一次入到呢個位置啊，即係連贏膽咁樣啊。咁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，即係1月、2月、3月咁唞咗段時間，有時唔順個人咁咪唞一唞咯，唞一唞唞順咗，思路清晰咗，其實佢都冇刻意求難嘅。因為我覺得馬迷最重要都係準先啦，即係貼士中啦嚇。你成日貼啲冷馬咁又唔中，貼下貼埋鐵馬都唔中，咁其實唔係一件好事。最緊要中。咁同埋我見佢呢段時間雖然冇再做片啊，冇乜做直播，但係佢嘅粉絲都係冇少到嘅。咁呢個都係值得學習嘅地方，亦都係做賽馬嘅YouTube 嘅優點啊！即係你有啲頻道全部唔中，亦都好多人睇嚇，好多分析又唔中，好多人睇。咁有啲又中，又好多人睇。總之都係賽馬都係事業蓬勃嘅，值得做嘅嚇。講翻佢嘅但求開心，其實當日班德禮都騎到一絕㗎啦，都諗住都攞硬冠軍入到呢個打比嘅入場券。之前估唔到湯寶新臨尾一腳一殺咗一隻呢個但求開心啊，仲要係贏得好輕鬆啊！贏咗咁估計可能但求開心估計都係要入選呢個打比，可能係後備嘅機會比呢個有木紅上即係下風少少啊！連我貼嗰隻喜連勇金亦都好彩冇登到嚇，因為好神奇，有時就中開就中嚇。初步就賽馬全方位，如果佢繼續做片，都暫時都係觀望住先嘅，又未必登住嘅嚇。而自己個喜連勇金個位置都有60幾蚊。如果大家咁啱又睇咗 Brian， 再加我嘅喜連勇金，其實個位置 Q 都唔錯噶。所以歸納翻就係咁其實唔順嘅時候咪唞一唞咯嚇。而家中咗之後，咁睇下佢下次會唔會再貼士，咁可能隔一隔出嘅話就好過揀出，你唔中就真係當你登嚇，中咁當然我哋都係當你神咁拜啦嚇。希望今次個檢討都幫到大家，咁就睇下下一次 Brian 再出咩貼士嘅時候，我又再出啲貼士，咁睇下邊樣好啲啊。